今年的蔣渭水台语汉诗吟唱赛，今仔日举办决赛，即马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听用台语吟诗有偌水气。香蕉一个万重山。吟唱李白的做法笔底成，透过台语的声调，展现出诗的意境。2021蔣渭水台语汉诗吟唱赛的冠军李文宪讲，自细汉就接触到真侪台语文化。从小呢就是爷爷奶奶帮忙带大的，阿公阿嬷拢会带我去庙会甲人去进香，安尼听人唱歌，有一歌你要注意它的入声字啦，还有它的一些装饰音，官方白音它的那个8月边锋8月就是要短促。台语汉诗吟唱赛主审陈华讲，评审评团的标准包括选手的朗读表现、吟唱喘息、仪态动作等等。复赛的时阵第3首园。甲咱即马即个决赛拢总差不多有4礼拜时间，学生对于即个吟唱的即个进步，甲伊对于每一首诗词伊的即个诠释拢进步非常的多。李文宪目前是高中生，伊讲有即摆经验，毋望未来会使伫学校学到更加侪台语吟诗相关的课程，传承台语文。记者郭本内容开台北报道。